鲜的沙白鱼真大块，搁有真侪配料，葡萄鸡无用甲变过，一碗较过一碗。烧好好的鱼仔糜，用料搁慷慨，这全部拢是免费要送互人客食的。来，39号。乡亲大家嘴笑目笑，别拢来画加油。加油！民众摕好马牌坐伫咧椅仔顶等啊等，全部拢是为了这碗在地好料理。佮特别好食，特别迄个，大家安尼食了，大家拢足欢喜。较早台湾经济歹时阵，嘛拢煮糜，煮番香糜、明煮糜，即卖是较丰富。沙白鱼糜。台南出现这台行动餐车，说要去市议员服务处头前，伊毋是出来做生意哦，是要欢迎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。蔡英文说，为了挺台湾这些农渔业的这些辛苦的农民渔民，所以我们要请大家吃渔粥。裴洛西来到咱台湾，展现台美的关系真密，互咱每一个台湾人拢欢甲噗噗跳。这是台商支持台湾农渔业，请百万碗的民主鱼仔糜，嘛是欢迎贵宾来咱台湾行大实际行动，享受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